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元气99，我是陶静慈。春天是哮喘病的多发期，哮喘一旦发作，不但会很痛苦，而且严重时会危及生命。我们对哮喘病的了解有多少？您知道诱发哮喘的原因和病理以及治疗方法吗？今天我们请来香港的中医師孔庆黎博士，從中醫的角度來解答這些問題。Hello，咁我哋今日咧就講一講一個有關叫做哮喘嘅一個疾病哈。咁哮喘咧其實係一個敏感啦，一個過敏性嘅一個呼吸系統嘅疾病啦。咁佢咧係以一個氣管痙攣、收窄、呼吸困難、氣喘、哮鳴音作為一個特點。咁所以哮鳴音咧其實就係一個我哋呼吸嘅時候咧聽到有啲嘻嘻聲啦。咁佢其實唔係傳染病嚟嘅，咁但係咧同呢個遺傳同埋環境嘅因素咧係有關。咁咧，當我哋譬如睇病嘅時候，問病人啦，有關譬如爸爸媽媽啊，或者屋企人啊，有啲家族病史，又或者咧係本身咧具有各類型嘅一啲敏感疾病，例如話譬如濕疹啊、鼻敏感啊，又或者係即係各式各樣嘅敏感啦。咁佢哋呢一種嘅病人咧，佢特別容易咧都會伴隨可能有即係喺佢人生嘅某一個部分階段咧，佢都會有一個哮喘會出現，多數都係為小朋友比較多啲啦。咁佢係一個發作性嘅疾病啦，咁即係換句話說咧，佢係有好嘅時候，有唔好嘅時候。咁當佢發作嘅時候咧，佢嗰個主要嘅症狀就係個氣管會抽筋、收窄，導致到有呼吸困難啦。咁我哋呢段期間咧，稱佢為一個急性期或者發作期嘅。咁如果當時咧得到一個合適嘅治療嘅話咧，咁收窄嘅氣管慢慢就會放翻鬆啦，咁就呼吸都會恢復翻正常。咁就係我哋即係去到一個所謂嘅緩解期，即係佢基本上咧係平時冇乜症狀可言嘅。咁就住呢個我哋如何去診斷呢個疾病，同埋佢到底有啲咩主要嘅症狀咧？咁我哋頭先講咗，主要就係一個比較特別嘅一個叫做哮鳴音啦。咁佢同普通其他呼吸系統疾病去比較嘅時候咧，咁大家共同嘅特點就可能譬如有啲咳嗽啊，有個呼吸嘅有時會有啲困難咁樣啦。咁但係最特別咧就係由唞氣嘅時候咧，佢會有一個嘻嘻聲。咁好多時候咧，病人未必知道嘅，哮喘嘅患者咧嚟到睇病嘅時候咧，好多時候都係純粹因為咳嗽啊，或者唞氣覺得唔舒服啦，咁樣嚟睇病啦。咁但係咧，我哋有時譬如細心聽佢呼吸嘅時候咧，會聽到呢啲嘻嘻聲啦。呢啲嘻嘻聲係因為個氣管收窄咗，而呼吸嘅時候咧，當空氣通過呢個狹窄嘅管道嘅時候咧而產生嘅。咁有時咧，呢啲聲咧未必真係可以我哋平時用耳朵去聽到啦。咁可能咧就需要依靠一啲儀器，咁可能有啲聽診器咧去擺喺個氣管嘅位置嗰度咧，先至會慢慢聽到呢啲咁樣嘅聲音咯。咁不過嚴重嘅患者咧，有時我哋唔單止會聽到呢個嘻嘻聲啦，甚至乎佢唞氣咧可能會出現一啲呼吸嘅障礙啊，導致到佢吸入唔到足夠嘅氧氣，造成缺氧。咁呢個咧係危及到生命嘅。咁所以一啲嚴重嘅哮喘病人咧，我哋隨時都會即係西醫咧有時都會建議佢哋會帶定一支即係一啲腎上腺素啊，又或者一啲急救嘅藥咧，咁去即時去舒緩呢個痙攣咯。咁哮喘作為一個發作性嘅疾病咧，咁佢一定係有個誘因喺度嘅。咁呢個誘因咧，多數都係因為一啲氣候啊或者環境嘅因素而誘發啦，特別係一啲冷嘅空氣。咁又或者咧，可能譬如某一啲病人佢特別對某一啲嘢敏感啊，例如話可能譬如塵蟎啊、花粉啊，或者貓貓狗狗嘅毛啊，又或者係一啲特別刺激嘅氣味等等啦。咁由於咧呢個哮喘咧，佢好常見會受到一啲冷嘅空氣而誘發嘅，咁所以咧呢度都解釋到點解呢個疾病咧好多時候都係冬天、春天或者係一個氣候轉變嘅時間咧會出現。咁又或者我哋譬如出門口嘅時候一冷一熱咧，溫差比較大嘅時候咧就會發作噶啦。咁就住治療嗰方面咧，咁通常譬如西醫去睇一個哮喘嘅時候咧，多數佢一個急性嘅症狀處理就會係一個氣管嘅舒張劑啦，咁用吸入嘅方式咧去俾藥嘅，咁嚟到即時可以舒緩到咧嗰個氣管嘅收縮啦。咁如果一啲比較嚴重嘅患者咧，咁可能會再加用一啲吸入嘅類固醇咧嚟到去減低個症狀嘅。咁我哋中醫咧就個睇法會有少少唔同。雖然我哋中醫都認為佢係一個發作性嘅疾病啦，咁但係我哋對嗰個病因嘅睇法咧，就同西醫有少少嘅分別。
我哋中醫咧認為呢個病咧主要同一個叫做宿痰腹肺有關，所以所謂宿痰咧，即係儲存喺我哋身體入邊咧比較耐嘅一個問題啦。呢個宿痰咧困咗喺個肺，潛伏喺個肺度咧，就會形成一個病嘅呢個病嘅一個潛在嘅因素啦。咁跟住咧，呢個痰咧，佢會可能會因為某一啲原因可能一啲外感嘅病邪啦，可能係因為風寒或者風熱啦，嚟到去突然間咧去刺激到佢咧，誘發咗出嚟嘅。咁我哋首先講個痰咧，痰嘅形成主要咧同我哋中醫所謂嘅三個臟腑係會有一個比較密切嘅關係，包括咗肺、脾同埋腎。咁中醫認為咧，肺呢個一呼一吸一個肺氣宣發同埋縮降咧，係能夠通調水道嚟到幫助咧個水道個水液咧係輸布去全身嘅。咁如果肺氣失宣，會導致到咧水液嘅代謝失常。咁當支水運行得唔好嘅時候咧，濕聚就會成痰。而脾咧，佢個主要功能係運化我哋嘅水濕，佢係負責受納我哋飲入個胃入邊嘅水啦，再進行吸收消化而脾主升，胃主降，呢個咧脾胃喺我哋身體嘅中間咧，佢係全身氣機升降嘅一個樞紐。咁所以咧，而氣咧佢又係推動水液運行嘅一個動力啦。咁因此咧，脾胃佢都有一個運行水液嘅作用嘅。我哋所謂脾主運化水濕。咁而脾胃如果嘅功能失調嘅時候咧，脾虛有時冇辦法咧運化水濕，咁同時間咧都會同樣道理啦，令到水液代謝失常咧，形成痰。另外咧，中醫認為腎主水係水液運行嘅一個主管領導嘅角色。咁我哋頭先講啦，肺同埋脾咧，佢都係即係幫助到我哋水液嘅運行啦。腎喺呢度咧，佢就係一個主導嘅角色，佢負責咧協調肺、脾同埋其他有關嘅臟腑，例如話三焦膀胱、小腸、大腸等等同水液代謝有關嘅臟腑咧，共同合作去完成呢個水液嘅代謝同埋輸布嘅。咁因此咧，腎虛都有機會導致到咧嗰個水液運行受到影響啦，而形成痰。咁所以由此可見咧，痰形成嘅原因咧，從臟腑嘅角度嚟講，主要係肺、脾或者腎嘅一個不足我哋所謂嘅虛症啦。咁而呢個咧都係我哋哮喘嘅根本原因因為肺脾腎虛導致到有痰，痰阻於肺，痰伏於肺嘅時候咧，形成哮喘嘅一個根本原因。咁當呢個痰咧潛伏於肺而外邊又有外邪咁啱咧作為誘因出現嘅時候咧，就會牽動到呢啲宿痰咧發作成為哮喘。咁基於以上嘅睇法咧，我哋認為呢個哮喘發作嘅當刻咧，主要嘅問題係外邪襲肺，牽動到我哋潛在喺身體入邊嘅宿痰啦。咁但係喺緩解期嘅時候咧，我哋主要針對嘅問題咧就係嗰個痰形成嘅原因，亦即係我哋身體嘅肺、脾、腎嘅一個不足，導致到有痰液嘅形成。咁因此咧，我哋喺中醫咧，從呢個角度去睇，我哋治療嘅方法咧，喺發作期同埋緩解期都會個側重點咧有唔同。例如話發作期嘅時候咧，我哋治療上面主要咧係以解表驅邪、宣肺化痰作為重點。咁而喺緩解期嘅時候咧，就會以補虛為主啦，特別就針對肺、脾同埋腎三方面嘅虛咧嚟做調補嘅。咁發作期嘅時候咧，咁我哋急性處理啦。咁中醫咧可以分為寒烤同埋熱烤。寒烤一般咧就會用一個我哋有啲常用嘅方劑啦，例如話小青龍湯射乾麻黃湯等等咧嚟到治療。而熱烤咧主要就係針對一個病邪屬熱嘅一個狀態啦。咁我哋咧就會用一啲常用嘅方劑，例如話定喘湯或者麻杏石甘湯等等。咁至於緩解期咧，由於佢屬於肺脾腎嘅一個臟腑虛衰啦，咁我哋就針對唔同嘅臟腑咧進行調補。例如話肺虛嘅話咧，咁我哋多數會用玉屏風散之類嘅方啦。脾虛嘅話咧，多數就用六君子湯。而腎虛嘅話咧，我哋可以選用一個叫做金匱腎氣丸啦，或者七味刀氣丸，都有一個補腎納氣嘅一個作用嘅。咁你話治療呢個疾病需唔需要好長嘅時間呢？咁一般嚟講，我哋治療呢啲敏感性嘅疾病呢，我哋唔會講話係去治癒嘅，因為基本上我哋知道係冇辦法去根治到嘅。咁因為涉及過敏嘅問題呢，其實係講緊有兩個方面，一個係過敏嘅體質，第二個係遇上一個致敏源兩者呢缺一不可。
咁講到致敏原嗰方面咧，有一啲係可以避免㗎啦，例如話嗰啲花粉啊、塵蟎等。咁只不過咧，我哋只需要咧去唔接觸佢咁咪得，我哋盡量去避免去接觸佢哋，我哋唔好去一啲多塵嘅地方啊、多花嘅地方，其實就已經解決咗個問題嘅。咁但係咧，有啲致敏原，例如話我哋頭先講一個冷嘅空氣會誘發到哮喘啦，咁呢啲嘢我哋冇辦法避免到啊，因為呢啲氣候環境嘅因素，我哋冇辦法去改變。咁所以咧，喺呢啲情況底下咧，只要個天氣一轉涼啊，例如話一去到冬天嘅時候，哮喘咧就會比較容易發作。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咧，我哋唯有能夠做到嘅就係盡量用外來嘅方式，譬如話我哋着多件衫帶條頸巾啦，咁樣去注意保暖啦。天氣太凍嘅時候就唔好出街啊咁。咁但係咧，其實我哋係冇辦法完全地去搣甩佢，去根治佢嘅。咁而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如果我哋想去即係獲得一個比較持久穩定嘅療效咧，咁除咗我哋有機會隔絕到嘅致敏原，我哋盡量去避免接觸之外咧，就係從調整體質去着手。咁不過咧，體質咧佢有一部分咧係由先天父母嘅稟賦咧嚟到決定嘅。咁呢方面咧，我哋後天冇辦法去改變到。咁我哋只能夠咧就只能夠改變後天嘅一部分。咁同時間咧，涉及到體質咧，好多時候都係一個慢性嘅、相對比較穩定嘅身體狀態啦。我哋只能夠咧逐少逐少，慢慢咁樣從各個方面，例如話生活習慣啊、作息啊、飲食啊、中藥等等咧，嚟到去改善我哋後天嘅一部分嘅體質。咁而改善體質咧，同埋改善症狀唔同啊。頭先我哋講啦，體質係一個相對穩定嘅一個身體狀態嚟嘅。佢同我哋改善症狀唔同，佢唔係一日兩日可以見到效果，佢亦都唔係單純靠中醫咧、中藥咧可以解決。我哋仲要配合埋一啲合適嘅，譬如運動啊，或者飲食習慣嘅調補啊、作息習慣等等咧，先至能夠慢慢咁樣去改善到嘅。咁除咗藥物之外咧，咁由於哮喘咧，好多時候喺天氣凍先出現啦。咁我哋中醫咧，所謂我哋從陰陽學說去講啦，咁其實寒咧，主要從陰陽嘅角度嚟講咧，就係一個叫做陰盛陽衰嘅一個體現嚇。咁因此咧，呢個哮喘咧，好多時候咧都會被認為係一個陽虛啦、陽氣不足嘅一個症候。咁如果佢係屬於陽氣不足、陽虛嘅一個情況咧，咁我哋治療嘅原則咧，主要就係補陽氣。咁喺生活習慣上面咧，有啲乜嘢可以補充到陽氣咧？例如話我哋多啲做運動啦，因為陽主動，陰主靜。咁我哋多啲做運動咧，可以補充到陽氣，幫助到陽氣嘅產生。咁特別咧就喺陽光底下啦，喺戶外做運動咧，對調補陽氣咧係更加有幫助嘅。咁另外咧就係譬如夏天我哋陽氣最重嘅日子咧，有一種叫做天灸嘅療法我哋最近呢20-30年咧都比較盛行，咁都有一個對治療呢啲過敏症狀咧都有一個好好嘅作用。咁所謂天灸原理咧，就係我哋喺夏天最熱，我哋中醫認為陽氣最重嘅日子咧，咁我哋利用一啲熱性嘅藥物去嚟到敷貼喺相應嘅穴位度，咁達到咧一個溫通陽氣嘅功效。咁臨床上面咧，佢對預防一個或者舒緩哮喘鼻敏感呢啲等等嘅呼吸系統症狀，特別係冬天比較緊要嘅時候咧，咁佢會有唔同嘅療效嘅，係一個幾好嘅療效。咁我哋平時咧，如果少食啲生冷嘢或者都可以咧去顧護到個陽氣啦，令到嗰個生冷嘢嗰啲陰寒嘅一啲食物咧，不至於損傷個陽氣。咁對咧減低哮喘發作咧，都有一個好好嘅作用嘅。咁我哋今日講咁多先啦，我哋下一集我哋會探討其他嘅唔同健康問題。再見。聽了孔慶理博士的解答，您對哮喘病是否有更多的了解？有關哮喘的話題，如果您還有什麼疑問，或者您有什麼感興趣的健康問題，希望孔博士能夠談一談，請留言告訴我們。好，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了。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給我們點讚、訂閱和按下小鈴鐺。感謝您的收看，我們下次節目再見。